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在家会主要看约伯记的第6章到第7章。我们先来看经文的摘要。这是约伯第一次来回复他朋友。约伯先来责备朋友没有同情心，并且表明自己有理接着叹息自己的痛苦，人生的短暂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约伯他表达自己非常痛苦，因此他的语言就急躁，是理所当然的。第二，约伯他表达自己无辜，但是他还是期望死亡。第三点，约伯他本来期望他的朋友可以带给他希望，但是现在反而让他陷入在更绝望当中。第四点，我们看约伯就挑战他的朋友，要他们直接指出他的错误来。第五点，我们看约伯认为人生在世好像服劳役，反反复复辛苦劳碌，只等着死亡临到才可以休息，然后消逝无踪。第六点，我们看约伯他转向神发言，质询上帝为何要百般来刁难他，并且求上帝放过他，给他一死。我们来看经文如何来运用来思考。那电影这个毕业生这部电影有一首歌叫做《像恶水上的大桥》，它的歌词里面说：当你困乏疲累，意志消沉，让我替你拭掉眼泪；当你感到失落被排挤，当你流落街头，当夜幕低垂，我会安慰你，为你分忧解劳。当黑暗来临，苦难遍地，像恶水上的大桥，我将以身躯为桥。歌里的主角说，会化身为汹涌海面上的一道桥，让他的朋友能够安然来走过。我们看约伯，他在痛苦当中，也渴望有朋友的支持，但是他的朋友并没有给他情感的资源，反而是头脑的辩证。因此，我们看到约伯他按耐不住的责备他的朋友，好无情就好像那旱谷中的溪水，瞬间就会被蒸发，令旅途上的人失望而回。我们明白朋友的需要吗？当朋友在伤痛的当中，我们会热切提供解决的办法，希望自己的建议非常有效，让朋友觉得我们很有智慧。然而朋友的真正需要，我们却可能视若无睹。约伯说出他需要的朋友是以慈爱来待他，就是不断的怜悯而忠诚，不吹破，不争辩，安静温柔的陪伴，永远体谅和支持。所以我们来默想，约伯为什么一再透露求死的念头？在伤心的人面前，我们能以热情的安慰取代冰冷的辩论吗？若不能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？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会。